来看陆委会进前伫立法院报告指出，讲开放旅行团去中国会先限制讲一日2000个人，互旅行业者是真反弹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又搁强调讲，陆委会毋是咧动，是用今年8月数字来评估，也毋过人数若是超过限制，交通部会甲陆委会来沟通。 各大旅行社的中国旅游团行程，伫交通部宣布禁团令要解除了后，上市大热卖。不过陆委会是讲，初期逐工限额2000人，业者真不满，认为政府部门各人做各人的，各质疑陆委会是伫动人。对这代志，交通部搁再说明，也是请业者继续招人客，若是人数超过限额，再过来想办法。明年春节前宣布，然后3月1号出团，进出团哈。 这个是不变的。我们看整个的这个状况哈，会跟陆委会来讨论哈，做一些调整。旅行工会专联会指出，因为目前2花航点也未甲较早同款机位用抢的，对于中国团也伫要解禁，机位需求较济，航空公司拢要求旅游业者爱先付定金，甚至爱开票结清。业者话讲，希望交通部政策爱明确，若无业者头都洗落去啊，到时阵煞无法度出团。现在各家的。 就是人数来讲，也都蛮踊跃的，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关团体是整团包团的。对于主管机关政策无明确，旅游业头人详细是讲，2019年中国团平均每个月出200团以上，而且初期会甲较早比起来有3成的水准。老2号可乐旅游也讲，虽然中国团毋是公司主力的商品，不过产品也是上市了后，目前有收将近700个的旅客。对于逐工2000人这个限制，会配合政府政策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